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6月15，旧历的闰4月24，礼拜一。新闻的头一条，这警方抓到史上上大宗的毒品加皮包的走私案，超出着毒品的原料3500公斤。刑事局接到线报，中部有大毒枭为境外走私3级毒品喵喵的原料，想要伫国内制毒赚大钱。警方群众埋伏，伫台中港甲货柜抓落来，顺利超出着毒品的原料3500公斤，市价超过70亿。那造成加皮包数量将高达1450万包。这国内毒品加皮包泛滥的程度，实在是真惊人。哦，也是。灰色包装看起来真正常，因过内面底却是毒品。毒品加皮包乌白头乌白蓝，除了2级的毒品 PMMA， 也就是超级的摇头丸，也有3级的毒品喵喵。两种若男咧食，毒性真强，迄若食了过量，差不多拢会无命。刑事局伫台中港集中查验区查扣货柜的走私120桶的喵喵原料，总重量超过3500公斤，市价超过70亿。那做成加皮包，差不多有1450万包，是历史上上大宗毒品加皮包的走私案。案件是经过国际合作、情治交换。今年收检的毒品加皮包的检体有6万2000几包，去年大量增加有10万2000多包。去年10月到今啊，8个月内就已经造成88人死亡。警方伫现场拢挂目镜、甲按照有的喙暗，你就知影讲，敢若原料都偌重，更加免讲造成毒品了后，男咧乌白食。那因为一时好奇付出的，恐惊是宝贵的性命。